3月30日，求主帶領國家城市的前路。經上記着說，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馬太福音6章13節下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，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這是頌讚語，在初期教會嘅敬拜禮儀中，猶太人習慣以頌讚作結束禱文。這個頌讚語出自歷代志上。耶和華啊，尊大能力、榮耀、強盛、威嚴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國度也是你的，並且你為至高，為萬有之首，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，你也治理萬物，在你手裏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。我們的神啊，現在我們稱謝你，讚美你榮耀之名。我們因此更清楚知道馬太福音6章13節嘅意思，王權是屬於主獨有的，他是掌管萬有嘅主，一切都是出於他，頌讚也是歸於他，國度、權柄、榮耀當然全是主的，直到永遠。所以我們可以求主帶領國家城市嘅前路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掌管國度權柄、帶領世人前行嘅主，求主賜福我哋嘅國家城市，興起更多合神心意嘅執政掌權者，又願公平和公義在其中掌權，喜樂與平安充滿人心。求主將愛賜俾所有執政掌權者，叫佢哋有愛人民嘅心，對國家城市嘅發展有洞悉力，召集民眾有凝聚力。甚願所有建立社群嘅藍圖能夠展開，能夠落實執行。求主將智慧、策略同熱心賜俾負責率領嘅各官長，願佢哋有智慧展開不同嘅策略，有熱心推動整體所有運作，更有凝聚力召聚各方人士齊齊參與。求主賜所有嘅官長有屬主嘅策略，能夠將來自民間嘅不同意念帶入實質行動中，又從實質行動中讓人民能夠樂意參與同支持，叫官民間能夠彼此信任，互相扶持。感謝主。賜平安嘅主，心願喺官民關係中有主嘅和諧，各人心中有美善嘅言語，口中懂得講正直嘅話，一切彎曲悖謬、邪惡之言都要離開我哋嘅國家城市，讓不同階層嘅人都能夠有同一嘅心思意念，就係想國家好，人民平安生活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，心願官民間都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，一同起來建設我們所居住的城市。